狄志遠議員。主席，正如大家都所講咧，我哋長者咧北上養老一個係嘅趨勢。咁我亦都我哋了解咧，對好多老人家咧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咁而家局長同我哋講咧，如果你選擇啲院舍咧，都係有信譽啦、有標準啦，咁呢個係好事嚟嘅。但係我哋仍然覺得咧，係兩地嗰個服務質素咧係有差距嘅，特別喺軟件嘅方面。就算香港啊，我哋咁強嘅監管咧，都可能有啲院舍間中咧都出現問題。咁我想問問局長咧，將來我哋越多老人家去內地做嘅院舍居住，成個監管嘅制度係點樣咧？我哋有幾多人手去進行呢個監管工作啦？巡查個安排係點咧？成個系統係點樣發展出嚟咧？多謝主席。局長。主席，多謝議員嘅提問。大家要理解，內地嘅院舍咧有內地嘅法規制度去規管嘅。內地喺規管院舍方面咧，都日漸係成熟嘅。所以無論嗰間院舍係由我哋香港嘅機構有份去營辦也好，或者將來咧係純內地機構營辦嘅話咧，監管呢方面咧都係要依翻內地嘅法規。同埋同上面請內地去做監管嘅，香港冇可能我哋跨境過去做監管，呢個係唔可能發生嘅事。但係大家都可以放心，我哋都非常緊張呢件事嘅。事實上咧，廣東省嘅民政廳，即係當地嘅監管機構咧，都非常重視注意呢件事嘅。咁所以喺傾緊我哋下一步，即係話咧喺淨係內地營辦嘅機構都可以成為我哋計劃一部分嘅時候咧，我哋好密切咁樣同廣東省民政廳一齊合作去做。通過同民政廳嘅合作，喺個協助下面咧，我哋希望亦都有信心咧，可以揀到一啲信譽質素都高嘅院舍俾大家去選擇。多謝主席。